6月11日，國際金價在日內一度升穿3340美元後震回落，最終小幅收跌。儘管中美貿易談判釋放積極信號，部分激發市場風險偏好，但美元反彈及投資者對即將公的美國通脹資料保持謹慎，使得黃金未能守住日內高位。現貨黃金跌0.09%，報3322.49美元。美元指數當天上升0.16%，收於99.099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維持在4.47%左右，施壓金價回落。中美樂觀貿易談判儘管尚無實質性協定公，但會談被廣泛視為務實且有進展，導致市場避險需求短線減溫。投資者聚焦於即將公的美國5月 CPI 資料，預期資料顯示通脹可能小幅回升至2.5%，核心 CPI 約為2.9%。若資料超預期，可能短期利空黃金；若通脹放緩，則將增強市場對美聯儲年內減息的預期，反而利多金價。儘管短期受到美元阻力的牽制，但從中長期看，多家機構維持對黃金價格的樂觀看法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